日本战略研究论坛举办台海危机的兵棋推演，要来讨论咱台湾甲周围的国家是要安怎来应付中国愈来愈嚣摆的行动。这也是第一届是邀请到咱台湾的立委来参加。也那今年咱的汉光演习也传出会伫个迫害地区附近的这个捷运站进行测验。 学者专家、国会议员做伙探讨台海危机的想法。日本智库日本战略研究论坛所主办的第4届台海危机兵棋推演，台美日三方组织伫个台湾甲周边邻国，要安怎应应？因为中国伫法律也无法度处理的行动威胁。今年阁头一届邀请台湾国会议员来参与。让我们能够有能力，包含国会议员还有这个军方他们的日本的这个自卫队都有前官员参与，那么对台湾未来的两岸安全有什么重要的？同款互人邀请的立委郭国文是期待台日中间会当透过海巡单位签署 MOU， 加强第一岛链电线的防御。台海局势紧张，月底要登场的汉光40号演习传出反渗透操演，可能会伫晚近迫害地区的捷运站进行。 模拟敌军劫持民众，想要占领台北车站。去年汉光就伫个重要的大众运输、重要的要道演练。专家是分析，亲像小南门捷运站、台大病院捷运站，这拢有可能是这届模拟的区域。主要原因就是交通要道绝对是攻守双方要争锋的焦点。 重要的交通枢纽站啊，或者说比较靠近，比如说司法院或官邸或总统附近的捷运站，当然会形成攻守双方的争长焦点。小股的部队潜入，这个时候呢，要遂行宪兵部队可能要遂行攻坚任务。除了交通要道是敌我攻守的要地，关键基础设施也是防卫重点。未了工业区会纳入今年汉光扩大办理演训的区域，要防止国家重要战略物资伫战争的时阵去互敌军优先破坏。记者综合报道。